大家好啊，一隻正嘢嚟拍賣嗱，呢隻咧係 FC 啊康斯登啊，但係咧自家機芯咧果然係靚嘢啦。咁陣間咧再反轉個底咧，同大家慢慢欣賞下。落翻啲規格先嗱，42 size 冇秒針嘅，因為咧嗰隻就唔係秒針嚟嘅。其實咧嗰隻咧就係一個細針嘅日曆顯示啊，即係 date 嘅 indicator。咁啊，同埋咧前邊嗰個位咧就順帶做埋一個 moon phase 咁，所以咧正確嚟講咧呢隻機芯咧就係700啊啦，700係齋標嚟嘅。咁啊 modify 兩個功能啦，就係頭先嗰兩個啦，叫 moon phase 同埋 date 啊。嗱，公價就唔好講佢啦，咁樣唔實際嘅。咁而家講下底價先啦，12,000底價，非常抵。嗱，欣賞下隻機芯，見到呢個舵咧係咪雕空咗啊？咁呢個其一啦，有打磨啦。拉直沙嘅打磨啦，咁出邊 rim 位啊，當然唔係直沙啦，係旋轉地拉個直沙啦，都係直沙嚟嘅。咁但係咧日內瓦條紋啊、藍鋼螺絲啊，咁你見到咧，即係一個自家機芯咧，係俾到樣新鮮感嚟嘅。嗱，條鏈帶設計係咁嘅，咁啊唔係純粹就咁隔帶啊，基本上咧佢係工字形啊，或者叫 L 型啦，就複雜啲嘅，因為咧佢嘅關節位咧係多咗一節嘅。如果同普通嘅你買開勞力士嘅隔帶嚟計，嗱錶面嘅設計就係咁啦，好簡約啦，就咁寫翻 Frederick Constant， 然之後就轉 left 啦，即係日內瓦咁解啦，修長嘅柳葉針，然之後咧就挑字。空間感好夠啊！個原因咧就係咧，即係佢將全部兩個功能咧都係 group 晒去6點位上邊嗰度啦。嗱，到呢隻自家機芯嘅 Frederick Constant Moon Phase Day 全鋼鏈帶42 size，有興趣嘅朋友可以喺呢條片嘅留言區落價啦。註每口叫價咧係100蚊嘅。呢次嘅交易咧係可以收信用卡嘅 Visa 同埋 Master 啫，就僅限於。同埋咧，必須親臨銅鑼灣銀聯鐘錶咧，同阿 Chris 交收嘅，多謝各位。